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6，诗篇130篇7节安尼讲：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有救赎的大权能。三个来祈祷，有不变的慈爱，还有救赎大权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满有丰盛恩典甲疼痛的活命主，你是赏赐快乐甲平安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当阮软弱的时，你用慈爱的双手扶持阮；当阮失迷的时，你用温柔的声音将阮挽回。主啊，你的疼是阮所算袂了，也是阮永远无法度报答的。主啊，阮就用一世人来回应你的疼。主啊，阮要称颂你的名，阮要向世间人讲起你的奇妙作为，也要报人知你无比的疼。主啊，阮要仰望你，因为你有不变的慈爱，在伫你有救赎的大权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